文化消息来关心的是，这下过落水溪的西螺大桥呢，到今已经73栋啊。目前伊是当时立做中华馆甲婚林馆的历史建筑。今年8月呢，有民众来提报鉴定古迹。今仔日，这文资审计小组嘛来调查，针对这桥的状况来检视。 大片的高架搭配红色的桥身，是最近真情的翕相景点。西螺大桥过去也是全世界第2长的桥，嘛是中华婚林烧炭的重要交通建设。今年8月，有几位民众提报鉴定古迹，由中华甲婚林的文资审议小组联合进行现场调查。今仔日就是咱有民众来提报这个西螺大桥，希望讲会使甲提升作为咱的限定古迹啦。这班桥伊甲婚林馆甲中华馆。 是共同管理的，所以呢，咱就是来启动云林县跟彰化县的共同的线刊。 西螺大桥全长1939公尺，桥墩伫日本时期完成。因为爆发珍珠港战争停工，经过地方人事调整，加上美国援助，总算伫1953年通车。提报人指出，西螺大桥结合日本时期的土木工法，甲战后美国的钢筋设计，是台湾少数当时展现2个时代工程特色的大型桥梁。除了交通功能，嘛代表战后台湾社会发展的象征。西螺大桥对于浊水溪两岸人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的一座桥梁，也是代表着这个两岸的人民终于可以透过这个人行道桥来跨过浊水溪。以我们这些提报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西螺大桥它绝对是可以在这个做提报啦。两地管府因应该爱来为相关的这个配套啦，特别是讲以两地因这步道。 还是讲，大家要来到这条大桥吼，有啥物所在会当去来看到这条大桥，迄是真侪爱去规划的啦。提报人表示，西螺大桥有特别的工程技术、历史文化甲地方基地，提报鉴定古迹，希望主管机关更加重视西螺大桥的保护甲推广，嘛应该针对附近整体景观做规划。中华甲婚林馆府表示，会依照勘查结果办理文资价值的评估报告，随后会提报文化资产审议大会召开审查会议。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